基哥自選台，歡迎收睇《機不可失》，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日嘅參賽者古生同阿芬。我哋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股票基金係咩呢？正確答案係 A。冇錯啦，股票基金可以投資喺唔同市場同行業嘅上市公司股票，透過股價上漲或者賺取股息，實現長期資本增值嘅。第二題，債券基金係咩呢？ B。啱啦，債券基金會投資喺政府或者企業發行嘅債券，旨在提供相對穩定嘅收益，風險相對股票基金係比較低㗎。第三題，咁多元資產基金係咩呢？ C。阿芬，多元資產基金可以做到跨資產配置，例如股票、債券、貨幣市場，甚至商品、房地產等，咁就可以做到靈活投資，分散風險啦。點會咁㗎？我讀 finance 㗎。投資真係一門學問嚟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依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投資期限，學識運用唔同類型嘅基金，去達成你嘅投資目標啦。我哋而家去廣告先，轉頭再見。基金投資選擇多，風險回報要搞清楚。即刻上 HKIFA 網站了解更多基金投資知識啦！